第一针扎给背部，第二针扎给生活，第三针终结生命。我们不配被称为草民。第一封对疾病的恐惧，第二封培养的经济压力，第三封走高空下坠的身体。我们为何不簇拥着推进？第一届听他说当你一心，第二届一带一路新征程，第三届亲自部署动态清理，人民就是江山，但江山大人民。